继续来关心，巴领导苏格兰7年提倡独立的苏格兰前大臣萨明德，12个时阵，伊伫咧一场国际会议演讲，讲到一半煞熊熊安尼稳落，抢救了后还是救无倒来，食到69岁，初步判断苏明德是因为心脏病死亡。 相片内底徛伫正中翕相的人物，就是捌领导苏格兰7党，而且提倡主导独立运动的苏格兰前首席大臣萨蒙德，暂时煞传出伊12伫咧北马其顿，甲相片内底各国人士做伙参加国际会议的时阵，煞伫演讲了后倒伫涂骹，抢救无效过世，享受69岁。 This is desperately sad news that Alex Salmond has died, and I extend my deepest condolences to his wife Moira and to his family. 外国媒体报道，萨蒙德伫学生时期就加入 SNP 苏格兰民主党，是推动变革的社会主义派系。1980年一度互开除党籍，延过了后1个月内，伊阁恢复党籍。伊伫1990年到2000年，啊到2004年到2014年之间做到党主席，更加伫2007年到2014年之间做到苏格兰的首席大臣，全力推动倡议苏格兰的独立，互人真懊恼。这毋但改变苏格兰的政治发展，阁一度互苏格兰走向脱离英国独立的边缘。也毋过，伫咧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内底，选民用55%对45%票数支持苏格兰留伫英国了后，伊就辞掉首席大臣的职务，嘛伫2021年退党，另外创立阿尔巴党。 Alec obviously made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, and he brought the independence issue alive for many people across Scotland. His contribution will be deeply appreciated. 虽然萨蒙德捌受到指控，伫做首席大臣的期间有犯12项的性侵、性骚扰的罪名，但不过法院已经伫2020年经过陪审团的审议，撤销对伊的所有指控。伊过身了后，伊的政党阿尔巴党初步判断，伊的死因是因为心脏病发。消息一个传出来，包括英国暂时首相史凯尔、前首相苏纳克、苏格兰保守党党主席芬德利这个人，拢伫社群平台发文哀悼，致敬伊一世人对苏格兰的贡献。公视新闻台是同编译。